讲做回答的台湾总部希望进驻北树区 T17-18，不过这新公证收出伫咧今仔日早起举办动土典礼。外界认为讲这是伫咧甲台北市政府呛声。那台新成功金控总经理林伟俊强调，这动土典礼是合法合规的，和市政府是同伴关系。那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强调，动土典礼若是真正有开工，就要老实甲市政府讲因的是无意愿合意解除合约。现场人赛气氛热热滚滚，回答台湾总部进驻北树区 T17-18卡关。新公证收16早起举行开工动土典礼。新公证收董事长魏宝生、甲台新成功金控总经理林伟俊拢有去到现场。林伟俊强调讲，举办动土典礼是合法、合规、合契约，照民俗看日举行，并不是起无空。这个不是什么挑衅，我们和台北市政府的关系，我再讲一次，我们是伙伴关系，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立场一致，我们就是想要把希望辉达能够留下来。假设今天的开工是真正的开工，那就坦白的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合一结。李树川背回讲，新公证收伫112年就摕到执照，一年来拢无实际开工，这是真正的事实。原则上，新公证收若愿意合意解约，相关解约的条件拢会当提出来讨论，市府绝对会依法办理促成。林伟俊强调讲，补偿金是回答甲新公证收之间的商业关系。虽然双方 MOU 已经伫9月底到期，不过伊对中心谈判是真有信心。星光人寿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想要从台北市政府或者是台湾的纳税人这里拿任何的1毛钱，希望能够跟辉达来好好的讨论一下，我们让出来，那么这个补偿金是星光人寿跟辉达中间的事情。我们的跟新售的契约是必须要把建物盖好，拿到使用执照才可以转移。假设他讲了这一个可行，早就 MOU 就已经达成，就没有今天的这一些纠纷。台北市长周万阿嘛表示，希望新公证收合意解约，市府专案设定地上权互回答，会持续拍拼。台北市监管处讲，新公证收今年10月初9摕到连续壁相关的执照，不过到达也无申报开工。目前的话，连续壁的杂项执照还没有来申报开工。如果有动工，必须依法来申报开工。那目前我们也派人去了解，但目前现场并没有施工的情形。地大川说明讲，若举办动土典礼无实际时间，并无违法。不过，若有实际污地下室，或者是连续壁的时间等等的行为，都会涉及违反建筑法。监管处会当依法罚9000块的罚款，下令停工、补办手续。记者综合报道。